就算新手都能夠算叫做相對容易地完成到一款高水準嘅作品。而我哋就係要揾出落手調整呢啲差異。呢個係我完成咗2層之後嘅狀態。我相信冇人分到乜嘢打橫打直㗎啦。但係今次因為嗰啲3週年改動咗嘅標誌係需要我哋自行領悟出嚟，發覺問題出來了。大家好，我係法比，今集要擺脫量產型嘅機體係 RG 自由高達 Version GCP， 簡稱上海自由。我哋嘅目標係用最方便嘅工具配合簡單手法，將模型版嘅舊上海自由輕鬆進化成最新嘅1:1立像版本。新手千祈唔好錯過。正式開始之前，同大家 comment、like、share 呢個頻道，再分享玩具、模型、旅遊相關資訊。記得免費撳下方鐘仔 subscribe。今年5萬訂閱，靠晒你哋！ Let's go！ 首先大家要知道喺2024年1:1上海自由作出咗一個大更新，替換咗部分表面裝甲同標誌貼紙，所以早3年2021年推出嘅 RG 模型喺細節方面會同新版本有些微差異，而我哋就係要揾出落手調整呢啲差異，同時加入自己嘅想法，為上海自由擺脫量產型。第一步係決定最終 pose， 留意1:1版本係唔需要用到盾牌武器，雙手要用指定特殊手型，雙翼嘅專屬翅膀支架記得拉落嚟，搞掂就正式落手製作。我哋準備2款雙星珐琅7滲線翼，分別係深灰色同黑色，另外仲有 X20 溶劑。將模型粗略拆開，針對白色、淺灰色零件用深灰色滲線翼，藍色、紅色零件就用黑色滲線翼，剩低嘅黑色零件可以直接無視略過。另外一啲見唔到嘅位，例如雙翼摺疊咗嘅部分，我哋都唔會花時間特登處理，一次過先將線條滲好，最後再順序用棉花棒沾溶劑清潔，係我認為比較順手嘅節奏。下一步係要根據新版上海自由嘅改變，進行相對應補色或者改色。工具方面，我精選咗5隻顏色嘅 marker， 分別係淺灰、深灰，金屬色就有黃金、白銀、燒鐵，外加一樽暗銅色珐琅油。雖然話可以完全唔拆開上色，但法比咧就建議活用翻 RG 分件好嘅優勢，將外裝甲拆開，用鱷魚夾固定，再輕鬆油好油滿。採取交叉十字上色法，第一層可以揀打橫或者打直開始，一樣嘅啫。重點係唔好重複塗抹。Marker 係新手嘅好朋友，因為唔需要稀釋，搖勻打開就可以使用。當然佢最大弱點就係色彩數量上，相比傳統顏料會少咗好多選擇。所以我經常都講，牌子唔重要，最緊要嗰隻色你覺得啱心水，咁咪俾少少錢買支試下咯。完成之後等3至5分鐘，直至零件表面唔再出現反光濕潤，俾大家睇下乾燥後嘅狀態。左邊係打橫一層，右邊係打直一層，大家都唔平均，兼且會露出底色。第2層開始，之前打橫油嘅零件，而家就要打直油一層。第一件就調翻轉，第一層打直，而家就打橫油。重點同樣係忍手唔好翻轉頭重複塗抹，避免積漆。呢個係我完成咗2層之後嘅狀態。我相信冇人分到乜嘢打橫打直㗎啦。有心機可以上第3層加固，我就偷懶趕收工。面對一啲冇獨立分件嘅部分，我哋活用翻零件本身嘅色性，例如呢個腳腕裝甲噴口位，咁細嘅細節，再高嘅高手都有機會失手。而我哋呢啲普通嘅人，直頭出界出到離晒罩啦。修正方法好簡單，等上好色，顏料完全乾燥，再用筆刀輕輕刮走，千祈唔好忘記清除埋中間凸起嘅2粒小細節。另外一啲冇辦法分割嘅零件，又唔想出界太嚴重嘅話，可以用先描邊後填滿嘅方式。記住千祈唔好重複塗抹，顏色淺2層唔夠就油夠3層，直至色澤飽滿均勻。Marker 嘅上色咧，大家就根據情況自己執生啦。接落嚟我哋會用珐琅油補色，由於只係針對手腳關節嘅幾個超細油壓管位補色，最後一次用俾你哋成日話開晒叉嘅面上筆，沾取樽蓋上嘅剩餘顏料，薄油2層，覺得太結有火粒都唔緊要，反而可以增加機械感添。頭先都講過啦，Marker 嘅弱點係顏色選擇不足。不足嘅地方，我哋用珐琅油補救，因為
屋企有咩啱咪用咩咯。基本上完成晒保色階段，下一步咧應該就係要重新組裝一次 ，check 清楚有冇地方遺漏或者錯誤。不過咧我就心急得滯，唔記得咗，所以之後咧將會出問題。同我撳 like 留言 share 支持，然後繼續睇落去啦。直接跳去上水貼，準備他廠 EVO 嘅3週年上海自由版本，入面會有舊版適用嘅全部標誌，外加少量新版嘅圖案。由於3週年嘅新標誌並冇標示喺說明書上面，我哋只能夠重複又重複睇片確認，部分更加因為細節上嘅轉變根本 match 唔到，所以我都會根據自己嘅喜好作適當改良。畢竟最後型仔先係最緊要㗎嘛。呢類咁大型又顯眼設喺凹凸不平肩膊上面嘅水貼，除咗會用藍蓋增強黏性之外，亦都建議用綠蓋軟化，令佢變得更加貼服。水貼嘅詳細操作流程可以撳右上角資訊卡重溫實踐教科書。上完水貼，準備噴燒光做保護。留意翻頭部有一件藍色透明件，我係拆極都拆唔到出嚟，所以就取巧啲用 Blu-Tack 封實佢前後算啦。雖然我哋會粗略分開部件噴，但係建議大家先完全組合一次，再次確認 pose， 確保擺 pose 之後嘅所有部分都會俾燒光漆保護好。繼續用我覺得最方便嘅親水性燒光，盡量將零件同噴罐嘅距離保持喺10 cm， 見到成個表面完全濕潤就啱㗎啦。如果距離拉得太遠，只有部分濕潤嘅話，反而會出現白化。最後畫龍點睛一步，準備一支 Gundam Marker EX White Gold 白金色，針對眼睛部分各畫一筆，搞掂。正當我以為完成，好開心咁將佢哋重新組合起嚟，發覺問題出來了。膝頭哥關節呢個位，原來佢除咗後面之外，側面只有下半 part 係金黃色。咁我而家就唯有洗走燒光同埋上面金黃色嘅部分。用筆刀刮嘅話咧，範圍太大會好慢，兼且會留有好多刮痕啊！所以我決定用棉花棒沾滿燒基漆溶劑，然後直接車落去。期間記得頻繁啲更換棉花棒，洗到9、9、10、10就轉用筆刀清除剩低嘅窿窿罅罅。跟住就係重新幫附近嘅邊位補翻金黃色。嗰個凹咗入去嘅圓形螺絲位好難會洗得乾淨嘅，我哋捨難取易，喺上面補少少暗銅色當做點綴就 OK。最後記得再確認 pose， 然後補噴一層燒光，搞掂。RG 自由高達 version GCP Give Birth。今次成個製作過程，我哋用到嘅工具全部都係一啲即開即用嘅現成嘢。技術成分亦都偏簡單，唔需要去煩，例如係顏料稀釋得太結太稀，好難操作等等問題，的確係達到我哋一開始嘅目標，非常之適合新手。唯一最大難度在於我需要花極多時間重複又重複多角度咁睇翻當日喺上海拍攝嘅1:1自由影片，去比較模型同蠟像嘅分別。當中水貼燃燒咗我最多意志。一般 RG 如果照住說明書做嘅話，頂多4至6個鐘就搞掂。但係今次因為嗰啲3週年改動咗嘅標誌係需要我哋自行領悟出嚟，所以我係坐足8個鐘先勉強搞得完。完咗抬起頭仲發現個姿勢唔好，整親埋條頸，要報工傷添啊！畫到完成品發俾個人係覺得滿意嘅，令我今次去上海朝聖1:1高達嘅旅程得到一個最圓滿嘅結局。總嘅嚟講，我認為 RG 上海自由係一款好壞參半嘅模型。好嘅方面，始終佢有 RG 質素，而且混入咗唔少新零件。只要肯花時間心機嘅話，就算新手都能夠算叫做相對容易地完成到一款高水準嘅作品。至於不足，亦都好明顯。作為一款紀念性商品，佢只係紀念緊舊版嘅上海自由。原本我天真地認為係差唔多嘅嘢。原來除咗裝甲顏色標誌貼紙之外，機體細節黑線佈局都作出咗唔少改動，令我比預期多花咗超過1倍時間，精神力慘遭重創。當然，大家若果唔需要趕進度，純粹輕鬆玩嘅話，只要睇完我呢條片，心理上打咗個底，我相信過程你哋一定會 enjoy， 結果亦都包保滿意。唔知大家又覺得今次隻自由製作得如何？有冇做出自己嘅風格，擺脫量產型？
下方留言同我分享你哋嘅諗法。咁就係欣賞到最後面有趣對有幫助嘅免費 subscribe、comment、like、share。想實質支持發俾嘅話，就每個月25蚊做會員，支援初心高達基金。特別鳴謝 Michael、夏露霞、尖的台最好看加入成為會員。一哋，下次見。